今日开始，咱来关心金门这几天拢大忙，零件都无好，飞行机无在调飞。这嘛造成金门机场等要坐飞行机的人，上侪有1700多人。这些人是等甲起配面，等甲西成地，批评航空站、民航局拢无人出面来说明，害因伫遐戆戆啊等。伫咧金门机场有真侪旅客看到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等咧要转去。因为大防部金门自4月30开始就出现零件都无到200公尺的情形，和海空交通大乱。有旅客讲已经伫咧现场等2天1暗嘛，不过拢无看到相关人员甲高层出面来安踏或者是道歉。我们已经滞留在金门，到现在是2天1夜的时间，并且包括航空公司，包括在地的政府，除了没有人理我们，也到现在都没有人告诉我们，今天是否还需要继续滞留。30取消的航班总共56班，受影响的旅客1315人次。到5月初一暗时6点，候补系统登记的人数1716人。不过民航局观察，现场实际伫咧等的旅客上侪时阵也只敢若200人，估计是旅客重复登记候补所造成。不过旅客等到火气拢压起来，伫咧机场内面发口号抗议。那早上因为气候关系，那没关系了，大家可以体谅。但是下午2点多以后，天都开了，雨也停了，那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帮忙的？民航局讲会全面修正系统，和候补人数加实际等的人数同款，避免造成误解，并且也协调甲班机疏运。到昨暗时，还佫有50个人滞留。对有旅客不满，民航局讲会加强员工的训练，尽力为旅客解决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